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心实的主题哦。我伫片湖讲台语，唔知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休困的时啊，拢去倒位佚佗？敢有去过咱台湾的离岛咧？咱台湾啊，唔那是好本岛好耍好佚佗啊，佮有亲像片湖啦、小琉球啦、金门啊，这离岛。这离岛啊，每一粒岛拢有伊真特殊的风景和文化哦。啊，咱啊，嘛会当趁去遐旅游的机会啊，去试看卖啊当地唔捌食过的料理。那安尼啊，去这个离岛佚佗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句型咧？今仔日个百讲讲台语啊，咱特别用片湖来做例，甲大家分享相关的句型哦。若是休热时来到片湖啊，恁会想要耍啥物咧？我相信啊，上济人想要耍的，一定是海边啊的水上活动咯。这水上活动啊，大部分拢需要真特别的装备啊。遐装备是咱家己无法度传的，所以啊，一定要含人结团做伙报名才算会到。所以啊，若是这款情形，一般咱一到位，就会先问一寡活动相关的信息，像讲啊，我有报名过船啊，请问要去倒位报到？请问啊，暗时咱要钓沙竿啊，几点爱集合？若要参加 SUP， 敢爱家己带什么装备？有这个资讯了后啊，咱就会当快快乐乐准时对团出去耍咯。啊，若讲到去观光地区佚佗啊，除了耍，食遐在地当地才有的好食物，也是一定爱的嘛。所以啊，咱若唔知影当地有啥物款的特产，咱会当问在地人，也是问餐厅、问店家的人。像讲啊，伫片湖咱会当问讲啊，恁片湖遮有啥物较特别的食物？恁遮敢有啥物特别的饮料？啊，若讲到片湖上特别的食物，应该就是石龟控肉咯。这啊是甲石龟啊，就是咱讲的塔壳、帕壳搭，再去落去控肉做的料理。迄山珍海味透烂啊，滋味啊实在有够赞的。啊，若讲到啉的啊，片湖上特别的，当然就是红乳茶和仙人掌冰咯。大家去到片湖的时，会当去试食看卖，试啉看卖哦。最后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我有报名，请问要去倒位报到？请问暗时爱集合？要参加，敢爱家己带什么装备？恁遮有啥物特别的食物？恁遮敢有啥物特别的饮料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咱台湾啊，四界拢是风景，等待你去佚佗哦。总是啊，去观光区佚佗时，会记你讲台语、用台语哦。今仔日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